第5章，风闻伫恁中间有淫乱的事，即款的淫乱，连外邦人中也无，就是有人收伊的继母。恁犹是自高自大，并无哀痛，将行即款事的人对恁中间赶出去。我的身躯虽然无伫恁遐，心却伫恁迄位，亲像我家己甲恁三甲弟咧，已经判断行即款事的人，就是恁聚会的时阵，我的心也三甲弟咧。奉咱的主耶稣的名，搁用阮的主耶稣的权能，就将即款的人交互撒旦，败坏伊的肉体，互伊的灵魂伫主耶稣的日子通得救。恁即个自夸是毋好的，减毋知一点仔物件为互全身发起来吗？恁既然是无教的面，应当将旧教除清去，通互恁成做新的团。因为阮如越罪的羊羔基督已经受抬献祭，所以阮受即个罪，毋通用旧教，也毋通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实的无间饼。我先前写批互恁讲，毋通甲淫乱的人相交。这个话毋是指这个世上一切行淫乱的，也是贪心的、吝啬的，也是拜偶像的。若是安尼，恁除非离开世界才通。总是现今我写互恁，甲恁讲的，若有称做兄弟是行奸淫的，也是贪心，也是拜偶像，也是辱骂，也是醉酒，也是吝啬，即款的人毋通甲因相交，就是甲伊食饭都毋通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甲咱何干？教内的人，减毋是恁审判的吗？教伫外人有上帝审判因，恁应当将遐个歹人对恁中间赶出去。